明仔载民众投票去投煞，上界关心的就是开票咯。那明仔载呢，公司台语台对下晡5点到暗时10点有举办这大选这个开票特别节目，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开票。那讲到这届总统大选，外界拢伫咧流传讲，啥人会当摕到少年家的选票，就是赢面较大。不过这薪水上低，厝价上悬，厝也买袂起，就是这少年人上界关心的议题之一。这3位总统候选人要针对这个议题提出因的政见，希望争取选民的支持。一栋一栋新大楼，青年要买厝哪像愈来愈困难。根据内政部的资料，2023年第二季全台平均房价一平有32.14万，平2022年同季的30.28万，是起6.14%。蔡政府提出社会主体包租代管等方式实现居住正义。未来总统要安怎做？民众党国会的是提出3大方法。每一个捷运站周围500公尺内有国有的空地，这样可以换宽中距离，盖大量的社会住宅。现在少子化，所以事实上校舍不需要那么多。也许这也是一个机会，公有的旧房舍整修以后也可以拿出来用。是说你有很多房子在当包租公、包租婆，那个才需要提高税率。如果你拿出来住人可以下降，那如果当公寓租出的话，那就可以用最低的税率。另外，应该租金补贴不要用一口价，应该按照每户的这个收入还有人数应该有不同。民进党热清地讲，会推动囤房税2.0，优化青年按揭贷款的制度，也会延续蔡政府20万户社会主体的政策，而且会继续增加。就是用全国总归户，利用房屋税的差别税率，来遏制恶意的炒风，让房价能够恢复正常。青年安家贷款额度由800万到1000万，利息补贴由现在的半码再加1码，总共0.375%。清德未来也会以8年为期来规划，新建的住宅有13万多户，包租代管会有17万户，总共会有30万户。国民党好友仪表示，会提供包括贷款、利息的补贴、利息的优惠，还有参民间做伙设多元的公共主体。1500万的额度可以全额贷，利息搁少给你补贴，5年后搁给你包半码。都希望大家一旦进买到厝，租出房屋的租金一定要实价登录。房东厝放出来，咱就税甲扣较轻的，公家甲民间做伙来投资来起。我们去供多元的公宅建设，有社会住宅，有企业劳工宅，有地上权的住宅，各包租代管，各有租金补贴。我报的是120万户。各候选人拢提出政策巨擘，目标是希望让少年人会当有一间家己的厝。根据不动产加大服务平台的资料，发现最近10年以来，全台贷款买厝的民众年岁有明显增加。2023年前3季，全国有排除贷款的一半以上，拢是超过40岁的人，显示少年人根本无在了负担。安怎实现居住正义，是未来总统一定要做的代志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